主后2023年2月初3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嫉妒甲争闹。圣经，咱做伙来听读创世纪29章31节到第30章24节。上主看到利亚无受疼惜，就互伊怀孕。毋过雷吉袂生，利亚怀孕生囝，就甲伊号名叫做鲁便。伊讲：上主看见我的苦情，担我的丈夫会疼我。伊阁怀孕生第二个囝，伊讲：上主听见我无受疼惜，所以阁互我即个囝，就甲伊号名叫做西面。伊阁怀孕生第三个囝，讲：我甲丈夫生三个囝，伊会甲我结连，就甲伊号做利未。伊阁怀孕生第四个囝，讲：即遍我要称赞上主，就甲伊号名叫做犹大。利亚就无阁生。雷吉看见家己无甲雅各生囝，就怨妒伊的大姐。伊对雅各讲：你着囝互我，若无我要死。雅各对雷吉生气，讲：互你袂生的是上帝，我敢会当代替上帝？雷吉讲：我的女婢撇仔伫遮，你去甲伊同房，互伊替我生囝，我就通对伊得到囝。雷吉将伊的女婢撇仔互雅各做某，雅各就甲伊同房。撇仔怀孕，甲雅各生一个囝。雷吉讲：上帝替我主持公道，听我的祈祷，互我有囝，就甲伊号名叫做但。雷吉的女婢撇仔阁怀孕，甲雅各生第二个囝。雷吉讲：我甲我的大姐相争，我较赢，就甲伊号名叫做拿弗他利。利亚看见家己无阁生，就将伊的女婢许帕互雅各做某。利亚的女婢许帕甲雅各生囝。利亚讲：好佳哉！伊就甲囡仔号名叫做加得。利亚的女婢许帕阁甲雅各生第二个囝。利亚讲：我有福气，正女主会讲我是有福气的查某人。伊就甲囡仔号名叫做阿瑟。收割小麦的时，路边伫园里得到吹针果，摕来互伊的老母利亚。雷吉对利亚讲：请将你的囝的吹针果互我。利亚对伊讲：你抢我的丈夫，减夭无够，要阁抢我的囝的吹针果是无？雷吉讲：为着你的囝的吹针果，今暝互雅各甲你做伙困。日暗，雅各对园里倒来，利亚出去接伊，甲伊讲：你着甲我困，因为你是我用我的囝的吹针果甲换来的。迄暝，雅各就甲伊做伙困。上帝听利亚的祈祷，伊就怀孕，甲雅各生第五个囝。利亚讲：上帝保守我，因为我将女婢互我的丈夫，就甲伊号名叫做以撒加。利亚阁怀孕，甲雅各生第六个囝。利亚讲：上帝赏赐我宝贵的礼物，我的丈夫要看重我，因为我甲伊生六个囝。利亚就甲伊号名叫做西布伦。后来，
莉亚生一个查某囝，甲伊号名叫做蒂娜。上帝少年雷吉听伊的祈祷，互伊会生，伊就怀孕生囝，讲上帝拄起我的见笑，就甲伊号名叫做约瑟，讲愿上主搁加添我一个囝。以上。这度甲前闹，这几年来，真侪电视剧差不多是用婚姻问题，也是争夺官位、家产、互斗做主要内容。特别是韩剧也是本土剧，时常扮演翁某之间的恩怨戏出。虽然剧情有点夸大含糊，却也反映人性的真实黑暗面和这度造成的争闹。创世纪这段经文，互咱看见雅各拄到的家庭困境，就算伊较聪明过人，也逃袂过生活中的难题。对经文中，咱看到雷吉和阿姐之间的争斗，表现伫生育竞赛非常激烈。检采这是迄个时代的人学伫避免的文化和传统冲突。当当时的妇女必须靠生养囡仔，通伫家族中保住家己的地位，就亲像中国历史上皇室的妃嫔共款，好亲像生着皇子就通提升地位。甚至有时阵着依附即款的关系才通生存。雷吉对伫家己袂当生育深感焦虑，若即度连续得生囝的阿姊也对雅各不满，受气讲要去死死的较好的威胁。雅各面对雷吉的无理要求，并无用安慰的口吻回答雷吉，反倒是甲伊无法度解决的问题提撒互上主。对今仔日的经文，咱通进一步理解，人类历史不断重演争斗的戏出，就算是圣经中受看作是典范的人物，也有因两者的一面。咱通进一步反省，伫家庭、职场，也是所属的信仰团体中，是毋是也会为着个人利益和家内的人同事，也是同工起冲突，甚至用手段争夺利益咧？伫现实中，存在着翁某，也是兄弟姊妹为着争夺家产，不惜法院相告。信仰团体也可能为着权力，也是地位彼此纷争。伫职场也搁较常看到伫扮演争夺利益残酷的戏出。这个纷争，互真侪人的心灵受到恶伫弥补的伤害。这个拢是咱伫生活中可能会拄到真实的情景。1895年，清国因为甲午战争战败，甲日本签订马关条约，割让台湾。过当年2月3日，日本通知驻台各国领事，宣告台湾是因的殖民地。这款的悲剧是台湾人学伫袂记得的伤痛。早前战争的悲剧造成台湾人的苦楚，值得今仔日的咱反省，毋通搁互残酷的历史重演。以色列虽然是上主的选民，也因为人性的软弱，伫生活中拄到艰困和错误的决定，就亲像今仔日的基督徒共款，也是会遭遇到无奈的代志。我相信
这实在提醒咱，只不过是做人和有限的人。那呢，伫生活中，咱着安怎时刻提醒咱家己呢？重要是爱时常昆读上主的话，常常祈祷，伫上主面前悔改，互圣神光照咱的心思意念，互咱伫生活中不时警惕，免得因为嫉妒陷入争闹之中。默想，伫生活中，我减捌因为别人比我较优越，嫉妒对方无？或者我会当用信仰的眼光，坦然接受对方比我较优越的事实无？伫生活中，我减捌因为别人比我较优越，嫉妒对方无？或者是我会当用信仰的眼光，坦然接受对方比我搁较优越的事实无？咱来祈祷。亲爱的上主，我要感谢你的接纳甲拯救。虽然我是一个不配的人，总是你犹原听我，搁接纳我的软弱，求你帮助我，时常透过读经和祈祷，甲你相遇，互我心意更新搁变化，通查验你的美善旨意，奉主耶稣的名祈祷。阿们。愿上帝所你身心灵拢永行平安。